我喺牛下長大，屋企唔係有錢，但係有嘅係信念。我相信集中專注先可以去得更遠。雖然有好多嘢唔到我去控制，包括前面嘅路，仲有感情。好在有身邊嘅人支持，我先可以堅持信念，去得更遠。唔知係我揀單車定係單車揀我，決定咗就要衝，集中專注，衝過每個難關，用嚟報答身邊嘅人一路支持。其實挫折只係路上面嘅一粒石仔嚟嘅啫。堅持信念先可以去得更遠。